伫咧昨昏，行政院通过着上届新资法草案，虽然要送到立法院审议，不过劳工团体就批评讲，这是立法院最后一个会期啊，伊若呼吁讲调业唔通搁再拖。上届工资法是总统蔡英文的政见，拜四的时行政院会总算通过这个草案，说来要送到立法院审议。草案当中的重点包括甲 CPI 列做应该参采指标，连外像劳动生产力指数年增率、上计生活费，也有国家经济发展等等10个项目列做会当参考采用的指标。但是桃园产业总工会认为，这个指标只是参考采用，无强制性，无法度解决计薪的问题，嘛无法度保障劳工的基本薪水。我们的理解是把现行的基本工资审议的机制把它法制化但是里面有几个大的问题啦。第一个就是它里面仍然是采取共识决，那并没有强制有一个算式或者是公式，那变成说3任总统有3种不同的做法，那我们就会希望说，未来这个基本工资或最低工资，它可以不要是那么完全政治决定。台湾劳工电线秘书长孙友莲也呼吁，未来政府调整基本工资的时，嘛应该爱加说明原因，让民众知影用什么标准落去调，安尼才会当增加社会对话的空间。针对草案不足的部分，孙友莲指出，像看护工、家事义工，未来嘛应该爱守法保障因的权益。无适用劳基法的劳工，伊可能嘛无法度得到这个基本工资。这个看护工譬如个家事劳动者一般基本上嘛不适用这个劳基法，伊可能不足的所在，未来可能爱靠其他的法律来补充然后所有的劳工嘛得到讲应有的这个劳动条件，尤其是工资的这部分。虽然劳动部有先导草案送入立法院了后，会积极和调业委员沟通，但是因为这个会期嘛是立法委员任期内最后一个会期，劳团拢希望会当量早通过，莫阁继续拖落去，才通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